決賽咧係第2隊、第3隊、第5隊、第7、第8隊。On your mark, set。大家非常之勢均力敵啊！呢個係最快翻嚟嘅咧。我哋而家睇到大家都要同一時間跑翻嚟。綠隊有少少優勢，綠隊有少少優勢啊！綠隊率先掂咗場。而家最優勢係紫隊，紫隊係最快嘅。紫隊而家開始第3棒，紫隊第3棒已經跑咗出去啦。哇！紫隊好快，紫隊好快。我紫隊第3棒真係好快啊！有優勢嘅橙隊非常之有機會啊！橙隊勁快。而家邊度紫隊？有優勢去翻紫隊同綠隊度，紫隊同綠隊。最後一棒啦！到底邊個係最快嘅？我而家係綠隊領先啊！最快翻嚟嘅係綠隊，係綠隊最快嘅，係綠隊嘅。之後紫到深紫，到藍色叫橙隊。大家可以開始第一輪嘅掟豆袋啦！呢個橙色豆袋暫時係最遠嘅喎，暫時6號隊係最遠嘅。6號隊，嚟大家第2 round 選手準備好未？嚟準備1、2、3。哇！呢個襲擊裁判，呢個綠色隊。第2輪嘅排名係2、3、5，第3輪選手準備1、2、3。好，第2輪準備1、2、3。哇！呢啲襲擊。第三輪嘅排名係5、3、6。第4輪選手準備啊！1、2、3。哇！邊個？哇！嗰個好誇，太誇張啦嗰隊。好，第2輪準備1、2、3。喂，佢攣爛喎，佢嗰個抌到過去。嚟，第5輪選手準備好未？好，嚟1、2、3。呢個場局限咗佢哋嘅發揮啊，已經喺場邊啦。第1名係第5隊，第2名有2個，分別係第6隊同第7隊。第4隊已經揾齊晒啊！大家有1分鐘，我哋有啲嘢想講。我哋而家訪問環節，我想問下你係借乜嘢物品上咗嚟嘅咧？我想問一下。俾人用呢個短頭髮觀眾跟住扯咗上嚟。短頭髮觀眾？我哋係寫短裙嘅觀眾喎。非常之慘。綠色歐，Yana 橙色歐咗。淺藍色歐，仲有選手。哇！呢個犀利，綠色歐。淺綠色歐。係紫色嘅勝利。
淺紫隊嘅優勢，淺紫隊嘅優勢啊！橙色隊都唔執輸啊！淺橙隊加油啊！淺紫隊嘅優勢越嚟越大，越嚟越大啦！我係淺紫隊嘅勝利。而家結向嘅粉紅色隊，向嘅粉紅色隊方向，向嘅粉紅色隊。粉紅色隊非常之有優勢啊！淺綠色隊要再加把勁啦！粉紅色隊嘅勝利啊！淺綠隊目前好有優勢啊！淺綠隊，吹！非常之勢均力敵啊！加油！而家個結開始向紫色方向移動，紫色方向，吹！紫色好犀利啊！紫色隊嘅勝利，第3名，點差，總分150分。我哋亞軍係甜花，第5隊，一共咧就係160分。最後到我哋公佈今日嘅冠軍係以185分大幅跑嚟第2名嘅。Team Free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Team Free。我哋咧嘅 Team Free 除咗有獎金之外咧，佢哋仲有一個獎杯嘅。跟住咁剩低。